做馬經過嚟先。咩啊？梁振康先生、郭佩儀小姐、崔永雄先生、林翠琪小姐、郭樂先生，要求裁判員林雅麗小姐。
實得分26.3，國圈101B 5米。关羽他说不要，不要来一个不要，我也不找得当时了。是吧？我说你7点他不吃，太早了没有胃口，太早没睡醒，就起来去没吃够。现在7点有推送後台會打啦。对啊，更掂一點嘛，掂的。實得分23.4，李亮和103B 5米。他去博物馆了。實得分26.3，黃家豪302C 5米。
201B 買。17:27.2，郭家豪201A 買。17:17.8，范中耀201B 買。第四輪動作開始，阮柏光203C 買。17:32，文家熙401B 買。17:22，黃氣301C 買。17:26，李亮和301B 買。17:27.2，郭家
李亮和612B 7.5米。比賽嘅嘢好難講。11分58.9，李亮
人哋翻嚟㗎嘛，我睇人哋坐嗰啲係咪錄音㗎？5231。睇下你貼得準唔準啊？3個呢個可能項目12，開 B 組女子雙人一粒蛋，將於11時25分。哇！我哋落墨水啊，好多女喎。10分結束。